我哋要祈禱，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咁咧，我都開始嘅時候咧，講一個嘅故事先。咁咧，故事咧就發生喺我有一次咧邀請一班嘅中學生咧，就去教會嘅詩班練習啦。咁因為咧因為嗰個嘅練習嘅時間喺夜晚裏邊發生嘅，咁所以咧開始練習嘅時候咧，就喺禮拜堂嘅對面就食龍蝦。咁咧因為咧咁嗰度嘅龍蝦咧都幾平，同埋都幾好食。咁所以咧就同啲中學生就去食龍蝦啦。咁咧喺嗰個嘅筵席嘅裏邊咧，咁就開始見大家有食飯嘅時候啦。咁咧於是咧我就問下大家咧，就對面嗰間嘅禮拜堂咧，點解咧叫做3-1嘅禮拜堂？第3頁 PowerPoint 唔該。點解咧唔叫39或者其他嘅數目字咧咁樣？咁咧就叫佢哋咧開始嘗試回答啦。係咪因為佢哋個地址係31號啊？又或者咧係咪跟住咧，然之後有啲同學咧就開始答啦。係咪3月1號成立啊？或者係1931年成立嘅咧咁樣？咁有啲嘅同學咧就答就話係咪成立禮拜堂嘅時候咧，間禮拜堂得31個教友，咁所以咧就叫做3-1堂咧咁樣。嗱，我明白咧，青少年人嘅牧養咧係需要好大嘅胸襟咧，去承受一切可能嘅答案。不過咧，我當時有咁樣嘅感覺。咁咧，我覺得呢個係我做傳道人裏邊咧，生命裏邊最黑暗嘅一日啦咁樣。因為我嘅傳福音嘅對象咧，竟然連3-1係啲乜嘢都唔知咧，我覺得呢件事咧係我冇辦法去推卸責任嘅。所以咧，各位循道嘅弟兄姊妹，循衛理嘅弟兄姊妹，大家咧都好聰明啦！大家知道點解個禮拜堂叫做3-1，就只有一個理由嘅啫，就係因為咧我哋所信嘅耶穌咧，佢咧係三位一體嘅信仰，係藉住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信仰咧，去俾我哋知道天父上帝嘅創造、聖子嘅拯救、聖靈上帝嘅更新同埋建立教會，令到我哋咧嘅信仰係可以堅固同埋成長嘅。各位弟兄姊妹，按照教會嘅節期咧，第4頁 PowerPoint，咁咧由上一個嘅禮拜日開始咧，聖靈降臨期開始，我哋咧就結束咗復活期啦。然之後咧喺聖靈降臨期嘅時間咧，就係咧最長嘅一個嘅時間啦。因為咧當中有接近6個月嘅時間，由11月由6月8號開始，去到11月嘅23號。嘅時間就係咧以基督君王日咧做結束，咁咧有成11個嘅禮拜，有23個主日，接近咧6個月嘅時間。呢個嘅今日咧係聖3-1主日啦，係由1334年開始咧，教會咧就將聖靈降臨日咧就將佢定為聖3-1嘅主日，亦即係今個主日嘅節期。所以咧，今日嘅講道咧係會承接上個禮拜嘅講道啦，然之後咧繼續咧係以3-1咧作為一個主題去討論同埋延伸嘅，亦都會建基喺今日嘅經課裏邊咧，約翰福音提到耶穌吩咐佢嘅門徒，當佢升天之後咧，聖靈咧就會嚟到去引導我哋進入真理。所以咧，今日嘅講道嘅題目咧就係聖靈引導我哋咧進入真理。咁咧，我哋咧睇第5頁嘅 PowerPoint。咁咧，我哋咧喺嗰個嘅討論度咧，今日咧係聖3-1主日啦。由1334年開始咧，就係話咧喺聖3-1主日喺呢個教會就係咧就開始咧去確立咧聖3-1主日呢件事。不過喺教會嘅歷史上面咧，聖3-1呢樣嘢咧嗰個咧強調咧係有嗰個嘅變化喺裏邊。三位一體嘅信仰係由基督教開始咧，自古以嚟咧就係我哋教會裏邊不可分割嘅信仰裏邊。不過喺初期教會嘅時候咧，我哋嘅基督徒咧冇一啲好清晰嘅文件寫低我哋嘅神係點樣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初期教會裏邊咧，我哋咧都係咧個頭腦上面知道靠口傳，一代傳一代咁樣去講。但係咧嗰個信仰嘅元素
咧有好多嘅人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喺裏邊。咁咧異端就開始出現啦。咁咧然之後咧喺公元4世紀嘅時候咧，我哋知道著名嘅尼西亞會議咧，就喺大部分嘅主教同埋神學家嘅討論下邊，確立咧我哋有三位一體嘅信仰，亦都係我哋基督教裏邊咧最核心嘅信仰。因此喺崇拜進行期間咧，就開始加入咗好多對三一信仰嘅認信嘅元素啦。喺初期教會去到中世紀嘅期間咧，基督教嘅擴展咧都係好似而家咁樣咧，越嚟越多人去信耶穌，而唔係好似中世紀咁樣一出世個個都係信耶穌噶啦。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返教會嘅人咧，有一啲人咧係仍然好似係未信耶穌咁樣，唔係未信耶穌，唔係好似未信耶穌，因為佢未洗禮啊嘛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咧當崇拜進行嘅時候，未信耶穌嘅人咧就唔能夠去領聖餐啦。當時唔能夠領聖餐嘅人咧，佢哋唔可以留低喺度咧睇其他人領聖餐，佢哋係會被趕走嘅。咁咧點樣去證明留低嘅人咧係真係信耶穌已經洗咗禮咧？佢哋咧就喺嗰個聚會裏邊咧背嗰個嘅尼西亞信經，就作為佢哋信仰嘅宣認啦。所以咧，今日喺五堂嘅完咗嘅部分，講到完咗嘅部分咧，都會咧念榮耀頌，就係咧一種咧對三一信仰咧嘅一種嘅宣認嚟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教會為咗表達咧對聖三一嘅信心信仰核心咧，教會咧開始咧喺唔同嘅主日咧就進行聖三一主日啦。所以一開始咧，聖三一主日並唔係喺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去做嘅，而係咧喺唔同嘅禮拜堂咧有唔同嘅做法。咁咧去到1334年咧，先至統一咧喺聖靈降臨期第二主日咧去做呢一個嘅節期。其實咧聖靈降臨期咧呢一個嘅期呢個嘅節期咧，其實以前有一個講法咧，就係佢唔係叫做聖靈降臨期嘅，佢嗰個節期咧係叫做聖三一節期。不過後來咧，我哋教會嘅禮儀更新咧，先至咧將嗰個嘅聖靈降臨期咧叫翻做聖靈降臨期。咁聖靈降臨期嗰個嘅目標係啲乜嘢咧？就係咧去讓我哋嘅弟兄姊妹咧能夠咧可以咧喺裏邊咧有認識我哋嘅信仰嘅更新嘅時間啊。於是大家就會問啦：點解聖三一呢一個嘅教義係咁重要咧？咁樣我諗咧最簡單嘅講法咧就係咧佢咧就係指緊咧我哋描述緊同一個上帝嘅意思啊。咩叫同一個上帝咧？就係咧我哋假設咧我哋去到一個嘅餐廳，嗰個餐廳咧就係賣漢堡包嘅。然之後咧佢咧就俾一個熱狗嚟，就同你講話呢個係漢堡包啊咁樣。咁咧然之後咧你會有咩感受咧？你就會投訴間鋪頭，唔係你可能會請佢可唔可以換翻個漢堡包俾我啊？呢個熱狗嚟嘅喎咁樣。我哋所講嘅上帝，如果唔係同一個上帝嘅時候咧，我哋嘅信仰咧就唔通啦。所以咧異端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咧係屬於另一個嘅信仰。我哋咧之所以排斥佢哋咧，唔係因為佢哋壞啊，做錯事啊，或者佢哋做一啲嘅非法嘅嘢，異端唔係呢個意思，而係咧佢哋嘅信仰同我哋唔同，佢哋咧就好似另一個嘅信仰咁樣，信一啲另外一啲嘅嘢。咁而另外一啲嘅嘢咧，就唔係咧我哋所信嘅三一嘅上帝咁樣。而假如我哋咧喺嗰個嘅信仰裏邊咧謙卑去聆聽聖靈嘅教導嘅時候咧，異端嘅信仰咧就會減少去出現啦咁樣。頭先講到我哋喺聖靈降臨期嘅裏邊，我哋咧去尋求咧聖靈咧去引導我哋更新改變我哋嘅生命。所以咧成個嘅節期嘅裏邊咧，我哋都會喺三代經課嘅裏邊咧，去好努力咧去見到唔同嘅經文咧，都係圍繞住信徒嘅生命、初期教會嘅故事而有所嘅改變嘅咁樣。為嘅目的係啲乜嘢咧？就好似咧今日喺嗰個嘅
書信經課裏邊去講，就係咧我哋咧就要藉住因信稱義，喺患難裏邊去成長，藉住聖靈嘅澆灌，使我哋有忍耐嘅能力，並且盼望，令到咧教會所強調嘅三一嘅信仰，令到我哋生命咧去有所改變。去到呢個部分咧，深水清嘅弟兄姊妹咧，應該留意得到，我哋咧由今日講道開始到而家咧，都係冇討論過三一上帝嘅，係啦，冇討論過三一上帝嘅神學嘅討論嘅。咁咧，因為咧上一頁，再上一頁，係再上一頁，係咁咧，唔該晒。因為咧好多人咧都係咧用比喻咧去象徵三一論嘅，但係咧用任何嘅比喻都好咧，其實咧都係非常之危險啦。因為咧本來呢件事咧就係咧好難向人解釋。三一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嘅奧秘嚟嘅。當我哋講到奧秘，奧秘嘅意思咧唔係人唔能夠理解嘅事，正正相反，係上帝願意向人啟示、透露同埋讓人明白嘅事。所以咧喺屬靈嘅事上面咧係有益。第8頁 PowerPoint，上一頁係我哋咧基督教咧，如果咧想要了解咧聖三一係啲乜嘢咧，就好難咧就唔去討論咧奧古斯丁嘅三一論啦。奧古斯丁嘅三一論係啲乜嘢咧？如果我哋傾就係咧，佢咧係一種咧比較傾側於一神嘅討論嘅裏邊。佢最出名咧就係用兩個比喻咧去比喻三一神嘅。第一個嘅比喻咧就係愛。佢提出咧施愛者、被愛者同埋愛咧應該就係咧三位一體嘅比喻啦。應該唔難理解。聖父咧就係咧嗰一位嘅施愛嘅嗰一位啦。然之後咧亦都係愛一切愛嘅源頭。我哋之所以能夠感受到愛咧，係因為天父佢嘅愛嘅創造咁樣。而聖子咧就係接收愛嗰個嘅部分啦。而聖靈咧就係當中愛嗰部分。當然愛喺當中咧唔係一種單向嘅愛。我哋知道聖父愛聖子，但係咧聖子咧都係好愛聖父嘅，係咪？而且咧佢嘅位格咧都係好愛我哋世上嘅每一個人咁樣。咁咧所以咧呢一個係雙向嘅關係，亦都係表達住咧聖父同埋聖子之間嘅聯合嘅。第二個比喻咧就係咧心靈嘅層面嘅裏邊嘅記憶，就係咧心靈嘅裏邊嘅記憶、理解同埋意志，呢三樣嘢咧，奧古斯丁咧冇將佢分落去邊個位格就係乜嘢咁樣裏邊。但係咧，佢哋想比喻啲咩咧？就係佢哋功能上係有分別嘅，但係咧佢哋之間咧係一啲唔同嘅嘢嚟嘅。你嘅理解唔能夠去取代你嘅記憶，你嘅意志唔係你嘅記憶嘅嚟嘅咁樣，所以咧佢哋咧係冇辦法取代嘅。但係咧佢哋係屬於同一個心靈。當你嘅心靈有嘅時候咧，你就自然會有意志，會有理解力，會有記憶喺裏邊。呢三樣嘢咧係唔能夠分割嘅。不過奧古斯丁對三一神論嘅比喻咧係有一定嘅限制。呢一個嘅限制係來自於人對人嘅誤解嘅。因為咧強調三一，佢強調一神呢個觀念嘅時候咧，我哋對於三個位格嘅討論咧就會變得好薄弱啦。因為第一，若然咧聖父係施愛者，聖子係被愛嘅話，咁咧就會有人咧係誤會咗咧，佢係有階級裏邊咧唔平等嘅嘢啦，係咪啊？聖父大過你，所以咧佢就好愛你咧咁樣。咁當然我要強調咧，奧古斯丁唔係咁樣講嘅。奧古斯丁咧認為咧三個位格都係平等，而且呢個愛咧係雙向嘅。而且佢強調咧聖子同埋聖靈咧都係有施愛嘅部分喺裏邊。但係人係好容易誤解。第二個誤解咧就係會誤會三個位格咧嘅功能咧係被限制。可能咧會有人有個咁嘅感覺啊，聖子就係做拯救嘅，聖父就係創造。咁聖子會唔會去做創造嘅事情啊？聖靈會唔會係有份拯救我哋㗎？當然呢三件事，我哋嘅一神三個位格都係有參與喺裏邊。
咁當然啦，我唔係話奧古斯丁嘅神學有錯。正如頭先講，奧古斯丁嘅神學咧係傾側於係一神嘅調和嘅裏邊。以上兩個比喻咧，如果放置喺一神嘅討論嘅裏邊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咧，三個位格裏邊嘅討論咧，就咧有一定嘅限制同埋困難啦咁樣。咁咧，東方正教會對於聖三一嘅睇法咧，就可能咧對我哋咧就會有少少嘅幫助，或者對西方教會或者拉丁教會嘅諗法咧，就會有啲嘅衝擊啦。20世紀嘅神學家咧，約翰就濟拉斯咧，斯拉係啦，就濟斯拉，咁咧就引用咧卡帕多西亞嘅正教會嘅神父咧，對於佢哋嘅三一論咧就進行討論。卡帕多西亞嘅神父嘅三一論咧係嚟自俄里根阿他拿修嘅神父咧嘅教父嘅傳承咧去討論嘅。佢哋咧比較着重於咧喺三個位格裏邊嘅討論，而唔係喺一個嘅上帝裏邊去討論。佢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咧去處理三一論，就係咧用關係去處理三一論，去表達唔同位格之中嘅差異。佢哋咧就咁樣講：聖父之所以為之聖父咧，係因為有聖子嘅存在，所以咧賦予咗聖父上帝呢一個嘅父親嘅身份。相反咧，聖子嘅身份就係因為聖父嘅存在，所以就被賦予咗子嘅身份啦。重點唔係因為聖父佢做過啲乜嘢，做咗啲乜嘢而成為聖父，而係咧佢同聖子係有關係，所以咧身份咧就被確立啦。正如今日咧係父親節，我哋咧在座咧都有男人喺度，係咪？正如我都係一個男人，但係唔係男人就一定係成為父親㗎嘛。我成為一個父親嘅條件就係我生咗一個，或者我收養咗一個嘅小朋友，我成為佢哋嘅父親，佢成為我嘅仔嘅時候咧，仔女嘅時候咧，我先至能夠咧係有一個父親嘅身份去確立。因此咧，呢個身份咧唔係我嘅能力去界定嘅。即使我能夠飛天都好咧，即係唔搭飛機飛天咧，我都唔能夠叫做父親。我一定要有另一個人咧，去喺我嘅關係裏邊確認咧，我嘅關係咧先至係成立嘅。所以咧咁樣嘅三一論咧，其實咧係一種動態嘅三一論嚟嘅。佢係建基於關係嘅裏邊嘅位格咧，係需要咧唔同嘅交流咧，作為一種關係嘅基礎。而透過呢個種嘅交流咧，呢種嘅關係先會被確立。即係我哋認自己爸爸做爸爸嘅時候，我哋都係會同佢不斷傾偈、交流、關心，嗰個關係先至緊密嘅。如果唔係，就會好疏遠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種嘅關係咧，透過不斷嘅聯繫，就會連接，亦都能夠彼此相通。不過咧，佢哋強調咧，就係上帝唔係先係一後而三，而係咧同時係一，同時係三。就濟斯拉嘅三一論咧，係除咗係喺上帝嘅屬性討論裏邊咧，亦都可以咧伸延去到人觀嘅裏邊嘅喎。人咧確實可以係獨立生存嘅，去旅行啊，去買餸睇戲啊，都係可以自己一個人嘅。不過咧，濟濟斯拉咧就稱之為咧呢一個係 individual 嘅狀態。我個人覺得呢一個嘅譯做咧可以譯佢做獨男或者獨女咁樣嘅形式啦，咁樣。咁咧佢就咁樣理解。如果獨男獨女咧，淨係顧自己嘅事，忽略其他嘅人 other 他者嘅話咧，按照佢嘅講法咧，佢只能夠成為獨男獨女嘅啫咁樣。佢冇辦法成為一個完整嘅人啊。所以咧，就濟斯拉認為咧，只有喺正確嘅關係裏邊咧，佢喺社會上面有一個功能建立關係，去關心其他嘅人嘅時候咧，佢嘅身份咧先至能夠去真正去被建立嘅。
有時當我哋係教會嘅時候，我哋咧需要敬拜上帝同埋關心社會呢件事咧，我哋咧先至能夠成為咧一個真正教會基督徒嘅身份。上帝嘅位格係咁樣，佢創造人類，而且咧佢咧教導我哋咧喺正確嘅關係嘅裏邊咧，去發現自己嘅身份。第10頁 PowerPoint， 心理學家咧曾特溫格咧提出兩個嘅字去形容今日嘅世代。第一個字咧就係 Me 世代。Me 世代咧係形容緊我哋呢個歲數啊，即係1970至1990年嘅人嘅。佢咁樣形容就話咧，呢一個年代出生嘅人咧係有好強嘅自我嘅意識嘅，因為我哋係好關心個人嘅感受咧、價值觀同埋興趣，有自我中心同埋中意挑戰權威。1990年後出世嘅人咧，就係俾佢哋其他嘅社會學家咧稱之為 Generation Z， 因為咧手提電話同埋社交媒體嘅普及咧，Me 世代嘅人咧，唔係佢 Generation Z 嘅世代比起 Me 世代嘅人咧，更加強調個人主義啦，因為佢哋可以所有嘅時間喺嗰個嘅網絡嘅世界裏邊去流連，去缺乏正常嘅社交嘅時候咧，佢哋咧同我哋以前嗰個社會社交嘅模式好唔同。以前我哋如果好唔中意一個人嘅時候，我哋要學習同佢相處，要學習認錯，或者我哋要嘗試同佢傾個問題係乜嘢。而家張老師一個唔中意佢哋就可以 unfriend， 或者更加誇張就係封鎖鍵，就可以咧令到佢咧唔使去同人去學點樣去相處，唔使同步嘅留言啦。當然佢如果對你好有興趣，佢就會秒覆你嘅。但係已讀不回咧，都係一個好常見嘅狀態嚟嘅。以前對話你就好難已讀不回嘅，佢會覺得你喺度發緊吽哣，係咪？所以咧就係師奶嘅3一論咧，其實係強調緊關係裏邊咧嘅交流。佢唔想我哋咧去做獨家村，亦都強調咧與他者嘅相處共融，令到我哋能夠可以勇敢面對衝突，接納差異。由上個禮拜星期日開始，肇清牧區咧就為高小學生咧就準備暑期活動啦，為期3個月，每月2次，直至8月尾嘅時間，共7次嘅活動。其實係有半個聖靈降臨期咁長㗎。咁咧喺第一次嘅活動嘅裏邊咧，我哋咧就去咗薄扶林嘅傷健營啦。其中活動咧就喺戶外進行嘅。如果大家記得咧，上個禮拜日咧就係非常之熱啦，因為漚緊打風，係咪？咁咧小朋友咧就處喺一個極度之嚴重嘅暴曬嘅天氣嘅裏邊啦。咁咧喺裏邊咧我覺得係有啲危險嘅，即係因為嗰個環境都真係幾曬。喺裏邊咧，我見到一個好靚嘅圖畫，就係咧我自己就乜都冇帶咁滯嘅咁樣，但係呢啲導師咧同埋啲小朋友咧，佢哋咧就喺度互相分享一啲嘅蚊怕水啊、風扇啊嘅嘢咁樣。後來咧亦都有導師咧向佢哋嘅組員咧去分享食物，希望咧佢哋咧甚至佢哋後來咧就集體咧希望去揾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啦，可以唞涼啦咁樣。去到只係因為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咧，當營地導師轉場嘅時候，佢哋發現有另一組嘅參加者咧唔使咁曬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唔開心咁樣。咁都人之常情嘅咁咧。不過就係透過呢一種咁樣嘅分享咧，我哋咧體會到咧人同人之間咧仍然咧都係可以互相照顧。透過唔同嘅學習同人相處嘅學習嘅時候咧，可以咧睇到。人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咧去接納唔同嘅差異，同埋可以處理唔同嘅衝突嘅咁樣。好，跟住咧，佢對於就祭師奶嚟講咧，人有上帝嘅形象，並唔意味住人有上帝嘅屬性，唔只係意味住人係有上帝嘅品格，更加意味住咧人類咧要學識咧喺世界裏邊咧同其他人去相處，就好似上帝本身自己嘅位格之間有好多緊密嘅連結，建立關係。對於 Orthodox 正教會嚟講咧，同其他人連結嘅過程咧，
正正就係佢哋進行教會嘅辦法，亦都係教會嘅必須。乜嘢叫做同其他人有連結嘅方法咧？就係咧進行聖餐嘅聖事啦，咁樣。對於正教會或者係梵二之後，我哋對聖餐嘅理解咧，我哋認為咧聖餐咧並唔係崇拜裏邊咧其中一個嘅環節嚟咁簡單。聖餐咧係構成教會嘅標記嚟嘅。當我哋進行聖餐嘅時候咧，教會咧就係被標記出嚟。所以咧有聖餐就會有教會，因為咧聖餐藉住三一嘅上帝，令到基督徒聯合。而循道衛理會正正咧就係認為咧，上帝藉住聖靈臨在喺聖餐嘅裏邊，藉此咧我哋領受完呢個聖餐之後，我哋嘅生命就開始被轉化啦。以至我哋嘅生命被轉化之後，我哋能夠可以擁抱其他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好有差異嘅人，甚至咧去接納彼此唔同嘅差異。呢一個嘅改變咧，就係咧我哋能夠真正咁樣去學習三一上帝嘅性情啦。最後一頁 PowerPoint。最後咧，讓我哋咧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啦。我哋咧藉住聖父上帝喺歷史裏邊嘅啟示，耶穌基督嘅吩咐，聖靈喺教會裏邊持續嘅引導，令到我哋歷代嘅信徒咧都了解得到咧，我哋嘅上帝咧係一個三一嘅上帝嘅形象。而且咧，隨住教會嘅發展，無論係聖靈降臨或者係聖三一主日，都俾我哋睇得到咧，我哋教會咧越嚟越重視同埋強調咧，我哋嘅上帝咧係一個三一嘅上帝，而且係呢個漫長嘅聖靈降臨期裏邊咧，喺呢個節期裏邊咧，我哋去尋索我哋對教會同埋我哋咧自己個人嘅更新，以至我哋能夠咧可以學習成長，最終我哋認識真理。而東方教會俾我哋嘅提醒咧，就係三位一體所啟示嘅係一種以關係去建立真正嘅位格嘅身份嘅一種嘅信仰。人如果淨係關心自己嘅事，我哋就會變得唔完全。我哋咧要喺關係裏邊咧去尋找自己真實嘅位格，即係我哋成為一個 person 去關心唔同嘅人。當我哋有一個身份角色同埋有責任嘅時候，我哋人咧先至能夠完整同埋進入真理，得到完全。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要順服聖靈嘅教導，接納唔同人嘅差異，消解衝突。盼望咧，我哋喺呢一個充滿戰爭、人同埋人嘅相處之後有誤解嘅世代，我哋咧作為和平之子喺呢個嘅世代嘅裏邊咧，我哋能夠咧可以分享一啲嘅光，分享多啲嘅愛。阿門。我哋一齊祈禱。主啊，讓我哋咧都能夠喺聖三一主日裏邊，我哋能夠向你去禱告，讓你嘅教導，讓你嘅愛都能夠喺呢個世代能夠彰顯，讓我哋嘅教會成為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嘅光，幫助我哋。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祈禱，阿門。